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8月初5，耶利米哀歌5章21节安尼讲：上主啊，求你互阮回心转意，互阮回头归向你，求你换新阮的性命，亲像早时的日子。三甲来祈祷，爱愿回心转意，回头归向你的天父，愿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永活的上帝，你是永在的天父，你是全能的君王，你是活命的主宰。主啊，我要来到你的面前，用感谢的心来学乐，甲称颂你的名，因为你的疼极大，是阮无法度讲尽的。你的恩极深，是阮用一世人也无法度行的。主啊，阮常常偏行家己的路，离开了你的面，直到阮失去了你的同在。主啊，阮答要用痛悔的心来到你的面前，恳求你赦免阮的辜负亏欠，求你互阮回心转意，互阮回头归向你。主啊，求你换新阮的性命，亲像早时的日子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